佮来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目前伫咧国安局一个后生，互人引出讲涉嫌着性交易，国安局赶紧立案调查。国防部嘛表示，邱国正会配合调查。因邱国正原底29要去中烈祠参加春节典礼，嘛是临时请假。上新的消息是，国防部长邱国正已经请辞，毋过去互总统蔡英文甲慰留。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等5位院长，伫中烈祠共同主持春节大典。不过，本来应该出席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却临时请假，因为礼拜一传媒爆料，伫国安局任职的邱国正后生疑似涉嫌性交易，影片也外流。今嘛国安局已经立案调查，国防部也表示，邱部长将会配合调查厘清。会依照勿忘勿重的原则去厘清案情。那么邱部长以建军备战的任务为职守，家庭事务会视需要来配合调查厘清。因为进前国安局正多方压出特金少将谢振华加入去进女上校违反军纪的事件，那也立委除了批评国安局应该将罗斯加好案，也认为个人防进前敏感的时刻，今嘛方压出敢是有人想要逼邱国正落台。不要再一而再的发生，真的会大大的影响伤害国安局的一个公信力。现在一堆怪怪的事情也开始发生，是不是也代表民进党内抢位子抢得太凶？我想大家就进入检调的调查，我们就尊重检调的调查。因为邱国正的后生身份敏感，过去伫军情局任职期间，身份几摆防恶意见光，险险造成人身安全。北面媒体报道，国安局警方督察单位29会加速密集约询邱国正的后生，尽速查出真相，以免造成政治风暴。记者综合报道。